只说对了一半。人家律师是伸张正义、主持公道的，哪像你这么下三滥、这么低俗、满脑子不是你。来个闪闪，你就简简单单、清清白白的说说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吧？到底上没上床？我们两个只是清清白白的吃了一顿非常营养的晚餐，然后就开始漫谈法律，别的什么也没干。漫谈法律，就这点文化素养，还跟人家漫谈法律？怎么没听你跟我们漫谈过啊？跟你俩漫谈法律，那不是对牛弹琴吗？你俩除了会谈情说爱之外，还能干点什么呀？还会关心你。什么时候约我们跟他见一面啊？我们也想跟他漫谈法律。好吧，那就等哪天你们表现好的时候，我再帮你们约，跟他好好漫谈法律啊。现在就打电话。我的态度、心情，一切都非常好。是，我们俩现在对学习法律的热情很高涨。你当人家跟你们似的，成天没事干呢？干什么？干嘛？打电话。别，我还没刷牙洗脸呢。刷牙洗脸，你这又不是视频电话，人家看不见你的眼神。你怎么拨了你？喂。喂，闪闪。那个李律师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有2个闺蜜，她们俩现在特别想跟你漫谈一下法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没时间，因为现在在跟当事人了解一个案子。我们改天再约好不好？啊，好的。OK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闪闪，我把修订版的恋爱法规我又发给你，你有时间看一看，哪里还需要调整一些。好的。OK，那我们改天再约。拜拜。这么快就约好了？人家正在审理案子呢，真讨厌，人家烦不烦人呢你？哎，律师有时间了。喂，嘿，田总。喂，林闪闪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马房那个什么，跟闪闪079在一块儿，我去看看他那个什么。迟到了半个小时了，马上给我滚回来开会，会议室。还给我哎，我们是马吗？我们？哎，谁是马呀？哎，你那个什么时候约李律师？也行了，你们俩那个什么，随时都可以约。他给我发了封特长的邮件，